宣调。虽然已经有大个祭司头，上帝囝耶稣，经过遐个天，咱就好打上近恩典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到恩典最及时的帮助。弟兄妹，现在请咱备完好咱的心，咱要做三角的祈祷。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，伫我得到帮助，是我靠主耶和华的名，我若求主耶和华的上帝来亲近伊，就是亲近遐个诚心求告上帝人。虽然我犯了罪。上帝的路，就亲像马路一样，因为阮软弱，阮常常家己认为家己是对的，也放纵了别种的私欲。我来交换到主的法度，应该做唔去做，应该做阮唔应该做，阮反正去做。主啊，求你来赦免我，来怜悯我。但今仔日，我一摆透过万物的这个礼拜，求主你的怜悯。我为着用这个心灵，先是来敬拜你、服侍你，我做名就着荣光，互我每一个兄弟，会通接做上帝赐予的管道。恳求主你来保护阮，伫这个喜宴病情也阁无受控制落来以前，唔通互阮受到病倒去这个搅搅。我要专心来挖靠主你的保护，最后确认这个防疫的责任。阮出门的时要戴口罩，温困来洗手，保持这个社交的距离。今仔日阮阁一摆，要来谦卑恭听你的话，恳求主人先去罗卜的嘴，相信也来教导阮每一个心思意念，我有一个蒙恩的日子。愿诚心祈祷感谢，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
要来听上帝话，记载伫约书亚第5章13到15节。13节，约书亚我郡耶利哥的时，举目看见有一人手挥刀，徛伫伊的对面。约书亚问我伊，问伊讲：“你是为阮的，还是为阮的对手啊？”伊应讲：“无，我来是做耶和华的军长。”约书亚就拍一地面拜伊讲：“我的主命令奴仆啥物？”耶和华的军长对约书亚讲：“趁你脚底的鞋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安尼行。第二位圣经记载伫腓立比书第1章9节到11节。第9节，搁我所求的，就是互恁的仁爱，伫智慧以及甘忧的享慕，充满又搁充满，直到恁会验出遐个较好的事，互恁宣传无脱界，到是基督的日。用义的果子满满，就是对耶稣基督有的，要互上帝得到荣光而乐。这是上帝的话。读这本册，甲听遐个有言，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，真有福气，因为日期近啦。阿们。即摆要来学了，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。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灵牌，是我的恩根，可是乎我举起头的主。虽然对着为你讲过话，伫你险境我毋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倚靠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得胜。耶和华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时常学了你的名。你是我的灵牌，是我的恩根，可是乎我举起头的主。虽然对着为讲过话，伫你险境我毋惊灾害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是我的倚靠，你同在，予我完全得胜。阿们。各位乡亲，各位时代，各位亲爱的父老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上帝所收束一切百姓，这应允之地，顶面带着真济这外邦人，所以一切的百姓需要挖靠着战争，才能赶出这个外邦人，因才有会当伫这个应允之地来徛起。那么因所面对的头一个对敌，就是真勇猛、真彪悍的这个耶利哥人。对这场的征战呢，最领袖的约书亚，毋敢着用轻视安尼凊凊彩彩的心来看待，伊乃是亲身来到耶利哥城附近来视察。伫迄个所在，伊学着一生中上界宝贝的功课。所以，当伊伫踅着迄个城的时，也伫行路的时，约书亚去看到一个人，手举着刀，
徛伫伊面前，伊问迄个人讲：“你是来帮衬我呢，还是咧帮衬我的对决？”伊问迄个人讲：“你是徛伫倒一边？”迄人应讲：“毋是。”这个回答真奇妙。你是徛伫倒一边？是阮这边，还是伫因迄边？迄人应讲：“毋是。”然后迄个人对约瑟讲话，重点是你徛伫倒一边？你是徛伫上帝这边啊，还是徛伫倒位呢？原来迄个人就是一个天使长，是主要花军队这个元帅。伫遮个重点，主要是伫甲咱提醒约瑟啊，天使长并毋是这个亚花军队的最高的这个统帅，伊乃是只有一个统帅下面一个军官尔定。这是一个温柔的这个提醒啊。约瑟的问题，也就是咱现今所面对的这个问题。伫美国总统选举要伫这个2020年11月初3来举行，但你要投票给民主党呢，还是要投票给共和党呢？咱对这个新闻媒体通看到，每一个这个候选人不但推出因最吸引人的这个政见，要来招更较侪这个支持者，因也是想尽办法。要来去乌对方的空仔芳，要用这来打击对方这个士气。总是约瑟并无得到伊所期待这个答案。那么，迄个人表示，伊既然毋是来帮衬以色列人的，也毋是来帮衬以色列对敌的，那么迄个人，伊到底是代表什么人啊？迄个人最后真重要这个宣告，伊讲。我来要做摇花军队的这个元帅，伊在宣告上帝的主权。若是用伫这个选举的顶端呢，意思就是你讲，毋通期待希望上帝会徛伫你所支持人迄边，乃是要投票，互徛伫上帝这边的人。咱真容易根据候选人的政见。因所发表的这个演讲，也是因个人的背景来做决定，是毋是要支持伊？圣经内所记载的，保罗要如何为着腓立比信徒来祈祷呢？这个祈祷足重要，有4方面的教示，咱三个来学习吼。头一个教示，保罗祈祷讲，爱你的疼心。伫财物甲达样，这个建设顶面真侪搁真侪，疼心会当推动真侪代志，就是说使若无有智慧的疼心，却会互人跋倒的。保罗教示咱毋通滥散用着疼心，伊爱咱伫财物甲这个建设的顶面真侪搁真侪，所以知识甲财物。毋是对宣传的资料得到的，乃是对上帝的话来得到的。第二个教示吼，保罗基督讲，互恁会当分别是非。这句话希腊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，做出上好的这个选择。所以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伊讲，互恁会当选择迄个上介好的、上介好的。所以做选择的时阵，这个分辨力吼是真要紧的一项，分辨真要紧。有真侪这个候选人一上任了，当初的政见拢变质了。老布希总统伫竞选的时，又讲无要加税，所以赢了真侪这选票。总是一上任了的时，却是不得不爱加税。通来解决经济问题，就是这个政客敢讲毋敢做这个见证啊。克林顿总统伫竞选的期间，高举家庭的重要性，
家庭真重要。结果呢，伊却闹出这个婚外情，这个见笑带。所以，只有上帝的真理，才会通经得起考验，这才是真最上好选择的这个指标。第三个假释，保罗为着腓立比信徒的祈祷讲，互恁做诚实无过错的人，直到基督的日子。但平常看起来，咱亲像是拢无下事的人，总是呢，先知拿单将伊带到上帝公义的光线下面，伊就无搁再是一个义人咯，乃是一个有的无清气的人。犹太立伫最后所11个学生的中间，总是上帝光一照落去，伊竟然是出卖耶稣的人。所以，如果两个总统的候选人，因拢是基督徒，要安怎样？就要看因哪一位是经得起上帝公义的考验。第四个假释，保罗为着腓立比信徒的祈祷，最后一句话伊讲哦：我靠着主耶稣基督结满了这个仁义的果子，通互荣耀称赞归伫上帝。圣经教示咱，公义互列国高举，是公义互列国高举的呢，毋是财富，嘛毋是军队呢。所以，如果美国若选择这个公义，上帝会继续伫列国的中间来高举美国；若无，上帝会兴起其他的国家来代替美国。所以呢，选出一个看重上帝公义的这个领袖，才会当期待着上帝祝福要临到伫咱的美国。那么真正掌握美国的，毋是国会，也毋是这个白宫，乃是由教会的大法官所组成的最高法院。只有5位大法官来投票通过法案，就通影响到全美国。所以过去50年来，最高法院通过了真多这对着上帝这个法案，将上帝的影响力对学校、对家庭、对政府机关来甲伊踢出去。第四个，美国的犯罪率不断地爬悬起来，犯罪年龄却是一直地降落。布希总统虽然毋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总统，总是伊捌任命过2位保守派大法官，伫各种的法案的这个投票顶面，会通看到上帝公义的这个遮扛。大法官是终身制的，除非是退休还是死亡，才离开伊的职务。目前最高法院的9位的大法官的中间有4位。因特要达到70岁退休年龄咯，所以后一任的总统伊的手中把握着4位大法官的这个任命权，这意味着咱的手中迄张神圣的选票，毋单单是选着后任的总统尔定，并且是为着咱的后代子孙孙的福祉来投票的。今年的10月16日是美国的这个宗教自由日。迄日，美国总统川普伊公开声明讲，伫这个宗教自由日，咱要重新努力，伫保护国内外宗教自由。那么，这个宝贵甲基本的这个权利，咱国家的创立者将宗教的信仰自由托付给全美国人，所以咱的国家叫做世界其他的地区的这个光明的灯塔。但今仔日，咱犹原要伫这个神圣的努力，咱袂互任何的人将上帝对公众场所来甲伊杀开。政府机关必须爱永远徛伫百姓甲上帝中间。所以，川普总统伊表示美国教育部要50州所有这个公立校发出这个备忘录要通知因，袂使去阻止老师还是学生伫学校内底祈祷。
学生通伫即个课间休息，甲其他非授课的期间，去读即个宗教册甲文章，也进行祈祷，甚至组织即个祈祷的小组，并且通伫因的作业中间来表达宗教信仰的自由。最近我伫看一个文章吼，我感觉真有意义，我要甲大家来分享。伫即个苏格兰英格兰吼，英格兰伫湖区有一个小城市叫做凯斯吼。对1875年开始，每年的即个夏季，伫7月到8月中间，伫即个凯斯即个小乡社会举行3礼拜久的即个布边的即个聚会，帐篷的聚会吼。那么早期因为大会讲完，拢是欧美出名的即个牧者，也是宣教师，参与者也是各地方听主的基督徒所组成的。所以伫即个开西大会，就加做西方教会属灵深度追求的即个指标。1938年7月，尼托生兄弟伫即个史百克牧师的陪伴的下面，来到即个开西即个所在参加即个聚会。随后迄个时阵，因离开东亚战乱，抑个万里之外，毋过呢，尼托生的心中却袂通袂记哩故乡迄个抗日战争的即个时局。无拍算，开西大会当年的即个邀请到一位日本人的即个讲员，要来分享即个宣教的事工。当大会的主席是一个内地会的牧者，伊知影尼托生在场，就临时邀请伊上台来做祈祷。这个忽然间来邀请，互尼托生感到非常的意外，有淡薄仔丢淡薄，总是伫即个史百克牧师的鼓励下面，伊用了真稳定的即个脚步行向讲台前。迄个时阵，那亲像是摕到即个金香炉，伫即个帐幕圣所徛停停，大声来祈祷。这个祈祷就震动了全会场。尼托生开嘴大声讲：“主啊，你伫万有之上来掌权，无任何困难会顶通你的这个权柄。遐会起来抢夺中国甲日本关系的是属这个灵界的势力。阮无要为着中国来祈祷，也无要为着日本来祈祷，阮是为着上帝子民伫中国甲日本关系来祈祷。我要归咎任何遐个发起战争的人，就受制伫迄个灵界的这恶者。主啊，互阮徛伫你的旨意内面。主啊，请你来拍散世界背后这黑暗的国度的这个势力，抵挡逼迫你的教会，就是抵挡逼迫你的。这真正是望着天顶宝座来发声的。所以全会会众伫这个精彩、简单明了、清楚可记会牢的这个祈祷内面，亲像是徛伫这个宝座一边啊，看见上帝永恒计划中间列国的兴起甲衰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约书亚看到上帝的使者，马上趴伫土骹，谦卑跪来跪拜伊，讲：“我的主啊，有啥物话通反复萝卜？”使者甲伊讲：“将你骹顶的鞋脱起来，脱落鞋啊，就是交出你的主权的动作。”我所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毋通凭着咱的主观的感觉来去投票，也毋通凭着候选人的见证、因的承诺的话来去做投票。无论什么人当选总统，美国的经济有一日会恢复的。无论什么人当选总统，美国本土这个肺炎病情有一天嘛要过去。战争有一天嘛会结束的，总是这
毋是决定美国是毋是会成就了上帝祝福这个指南针。所以，我伫遮要呼吁咱大家，毋通期待上帝会徛伫你所支持的人迄边，乃是着爱投票互徛伫上帝这边的人，互咱家己的双脚徛伫正确的位置，然后徛稳稳稳、在在在。当南北战争真激烈的时阵，毋甘若是林肯所带领的北军，上帝伫祈祷，连这南军也是向上帝伫求讨呢。所以有人就真讽刺来问林肯讲：两边的人拢伫上帝伫祈祷呢，按上帝帮助你迄边来较赢。但两边拢做伫求的时，那么上帝伊到底要帮助一边啊？林肯真有智慧，伊应讲：我毋敢祈祷求上帝来徛伫我这边，就是我祈祷上帝，互我会当徛伫上帝这边。只要甲上帝徛同一边的时，一定会得胜的。果然，林肯的军队因为甲上帝徛同边，所以就拍赢这场的战争。伫这诗篇111篇第10节讲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凡啊尊叹伊命令的是聪明人。耶和华是永远着恶乐的，所以愿上帝的国临到咱全美国，愿上帝旨意会当行伫美国，亲像行伫天顶同款。阿门。咱即条要来吟这个回应诗歌。伫即个即阵旧历的7月时，咱的故乡台湾，因为真侪人拢是信奉即个民间信仰的。那么伫即个民间信仰，即个时阵是即个中原普渡的时阵，所以中原普渡就是这好兄弟啊，这乌云野鬼放出来世界大乱事，所以真侪这正百姓都用好料来甲敬拜，来甲乌西，叫这好兄弟们来甲教教。所以伫即个台湾人伫7月时啊，因就无咧嫁囝娶媳妇，嘛无咧做灶起大厝，嘛无咧厝啊，无咧搬煞。所以呢，即个咱做者基督徒，咱逐项全世界拢是上帝所创造的。上帝使咱有一个平安的心，什么时阵咱平安好势，什么时拢是好日啊。所以这首平安的7月暝，会带咱真有平安的这个7月暝吼。夜七里天顶闪闪时，月亮刚刚照溪边。大树雨，风微微，听着树声啊在吟诗，上帝想说平安眠。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袂惊啥物。有着风台里，伊互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。我过心山高也无惊灾害，伊会教我伫底，用话来安慰我，有稳定甲慈爱，当我三做伴。平安的我一世人，夜七里天顶闪闪时，月亮刚刚照溪边。大树的风微微，听着树声啊在吟诗，上帝想说平安眠。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袂
免惊啥物。随我着风台天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。跨过心山谷，也无惊灾害。伊陪到我伫底，用陪咱为我，稳定甲慈爱，当我三做伴。有平安的我一世人，有平安的我一世人。也七日天顶闪闪时，月亮光光照隔壁。大树枝风微微，听着树声啊在吟诗，上帝相随平安里。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袂惊啥物。有着风台天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。我过心山谷，也无惊灾害。伊陪到我伫底，用陪咱为我，有一点甲慈爱，当我三做伴。有平安的我一世人。也七天顶闪闪时，月亮光光照隔壁。大树下风微微，听着树声啊在吟诗，上帝相随平安里。耶和华是我的安慰，我可以拢免惊啥物。随我着风台天，伊予我心有平静，将平安藏伫我的内心。跨过心山谷，也无惊灾害。伊陪到我伫底，用陪咱为我，有定甲慈爱，当我三做伴。有平安的我一世人。有平安的我一世人。咱同心阿头做一个祈祷，主比天来天父上帝，我满心的感谢你。但今仔日，我对约书记甲腓立比书，互我的思想。这题目就是，你是徛伫倒一边？就当我看到这个美国这个国家，伫过去200多年来，因此派了真侪这个宣教师到全世界各所在来传福音。但美国也动用了真侪这个资源，帮助全世界各国。伫这个建国的顶面，美国也提供了真侪这个帮助，根据主你来纪念这个国家。伫你的国度的付出，怎我要搁一摆，互美国人，互因这个机会，通倒转去上帝面前。所以我要搁举起我的双手，同心合一。来为着10月祭祀，总统的选举来祈祷，愿意丰盛的这个产业，会通伫美国一代一代传落去。愿阳光归伫天父上帝，会通照着运行伫阮心内这个大权能，常常足足成就一切，超过阮所求所想的。但阮同心的祈祷，
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但这条老师要来甲恁祝祷吼，将明白咱的心。愿天父上帝的慈爱甲怜悯，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圣神保守感动甲交通，甲真个兄弟姊妹同在，伫到见主的面迄日，奉爸囝圣神的名，阿门。真个兄弟姊妹，咱今日这个网络礼拜，伫这个所在就要过一段路。愿主甲恁三个弟弟，愿大家平安，再会。